出来记记第3章第6节，佮讲：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惹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罗马书第4章13到17节，因为所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做好事，承接世间的，毋是对律法，是对神的义。因为若属律法的做好事，神就归伫空空，应允也废无。因为律法是递到受气。若无律法，就无犯着，所以是对着神，通照恩典，要互应允坚固，伫正效的，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，也伫属亚伯拉罕的神的，伊伫伊所信的上帝的面前，做咱正人的爸，就是迄个互死人搁活。叫遐个无的，若亲像有的食的上帝，照所记的讲，我设立你做济济邦国的爸。这大家平安。约略400年前，拄1623年，伫法国。有诞生一个天才的思想家，伊名叫做帕斯卡。伊本身是一个出名的科学家。伫1642年，伊才18岁，伊就发明全世界第一部会通自动加法甲减法即种的计算机。咱现主时电脑有一个程式的语言，叫做 Object Pascal， 就是纪念伊。当然，伊嘛是即个所谓的几率论的创始者，伊奠定了真空学甲着微积分的基础。伫物理学方面，伊也发明所谓的帕斯卡定理。伊是一个科学家，上时伊嘛是一个哲学家。伊捌伫伊所写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沉思录》，伊安尼讲。人是一支会思考的芦苇，咱芦苇，咱台语有时阵该读做是芦笛，也是搁较台语的话叫做公芒花。人是一只会思考的芦苇，这句话真出名，就是对伊所讲。伊安尼解说，伊讲人就肉体来讲非常的脆弱，面对命运风风雨雨，袂堪这风雨的摧残。总是希望人有这款软正的命运，但是人有能力去思考。人因为伊的思考，所以伊比伊的命运更较伟大。所以要求人就要好好来面对，伊会晓思考这种的能力。也因为这款缘故，伊非常重视科学，重视这个研究。帕斯卡伊本身嘛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常常一方面做研究。一方面嘛咧祈祷。有一暝暗暝到4、5点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个光照伫伊的房间内底，伊跪来祈祷，有声音对伊讲：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毋是哲学家的上帝，也毋是科学家的上帝。伫迄时，伊心内有一个响悟，伊安尼讲：哎呀，原来。咱遮的知识分子咧讨论上帝，是伫咱的理性内面非常矮小的范围内底的上帝。总是迄个真正的上帝，是捌对亚伯拉罕讲话的上帝，是捌向以撒显现的上帝，也捌伫雅各的身上显明救赎的上帝。若是对着哲学家、甲着科学家的上帝，咱伫伊面前，毋知通去忏悔，嘛无需要祈祷，咱无需要唱歌。嘛无需要忏悔来学落伊，总是若是对着迄位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咱会通伫伊面前忏悔来祈祷，
咱通面前大声来恳求，咱通伫伊面前跳舞、吟诗、学乐伊，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这个称呼是圣经中间对着上帝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，拢总有出现10解。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上帝，包括摩西，包括先知以利亚、使徒彼得，也阁有迄个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。除了这以外，较要紧的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当主耶稣基督，毋仅是称上帝是阿爸爸，伊也称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咱若对圣经的记载，咱会通来了解，称呼上帝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有3站信仰上的意义。第一站就是咱个体的生命亲身的经验；第二个赞处就是咱群体生命历史的传承；第三个赞处就是国外的生命永远的愿望。当然，先来讲第一项，个人生命经验。如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毋是一个空洞的名称，伊有实际的内容，那安尼就是伊即个实际的内容是对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3个具体的人、真实的人，伫因的生命经验中间所呈现出来、所经验到这位上帝。亚伯拉罕是一个人，甲你甲我同款，是一个人，伊是一个生命个体；以撒嘛是一个人，甲你甲我同款，是一个个体；雅各嘛是一个人，嘛是一个生命个体。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拄咧甲咱讲，上帝毋是一条哲学的原则，嘛毋是一条科学的法则，伊是甲每一位个人的生命，亚伯拉罕个人的生命、以撒个人的生命、雅各个人的生命，你甲我个人的生命，会通产生关联的上帝。所以，上帝称作一个位格神 （personal God）， 是因为伊甲咱每一个人，拢会通产生特别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会通产生非常侪的互动。圣经第一卷册是创世纪，创世纪你若家读，对第12章开始，一直到第落尾50章，所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故事。咱会通对因3个人因的生命内面所产生的这个故事，所形成的这经验，愈来明白到底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。咱会通安尼讲，这位上帝介起头，咱会通来形容伊伫这个所在，圣经用亚伯拉罕的、以撒的、雅各的这3个，敢若亲像一个形容词，就亲像咱要形容一蕊水的花。咱比如讲，这个所在若有一季玫瑰花，咱会讲这是一蕊搁大、搁水、搁优雅、上时红色的玫瑰花。这个大、水、优雅、红色，这个是一个形容词。形容词、形容词会通帮助咱来描写、来明白到底迄个物件伊实际的内容是啥物货。所以，伫形容词的学习，伫咱的语言中间非常要紧。每一个囡仔，伊若坐形容词的时阵，伊对着伊所捌的物件，就会通做真侪学习。有一个小学内底开始咧教英文这个老师就教这学生，你若要用形容词的时候，有一字 FUL 你若加 FUL 伫后壁的时阵，那安尼伊会当变做一个形容词。教了后，伊就问学生咱教真侪关的形容词，但我即摆爱恁用这个 for 这个 FUL 来讲，你捌这个 FUL 这个形容词，恁捌偌济？有一个学生就讲 wonderful， 另外一个学生讲 colorful， 有一个学生讲 powerful， 有一个学生讲 cheerful， 有一个学生讲 grateful、meaningful 等等。这老师感觉真满意，这学生拢学吼。讲阁有无？我甲恁教遮济，阁有无？突然间有一个学生大声讲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敢若毋是英文。亚伯拉罕的、以撒的、雅各的，这3个形容词加伫上帝面前，咧甲咱指点一项事。上帝，你要认捌上帝，你要知影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，你会通过亚伯拉罕生命经验、以撒的生命经验，加着雅各的生命经验来了解，到底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。
如果咱读创世纪对12章开始读到落尾，咱会通发现介无，咱会通讲这位上帝有7个特别的特色。第一个，这个上帝是一个吊人来打出信心的脚步的上帝。第二，这位上帝是称有信心的人真做义的上帝。第三，这位上帝是会考验人的信心深还是浅、纯还是无纯的上帝。第四，这位上帝是已经为着人备办完整的救恩的上帝。第五，这位上帝是会通引带人的生命来进入到丰富的境界的上帝。第六，这位上帝是有主权，伊是主，伊有主权，事先来竞选人的上帝。第七，这位上帝伊会通彻底来改变人的生命上帝。那第一，咱来讲，这位上帝是呼召人打出信心的脚步的上帝。当亚伯拉罕原本住伫这个两河流域的所在，迄是古早这个加勒底人，就是罗马巴比伦人因所徛起的所在。当这时，因为种民间的信仰，就是拜月神。当亚伯拉罕还佫伫迄个环境中间的时阵，伊听见上帝对着伊呼召，上帝呼召伊讲：你着离开你的本国、本族甲本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去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赐福互你，互你的名最大。你也要互别人因为你的缘故得着福气。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着福气。这段经文非常要紧，因为这是以色列民族中间因认定，因是互上帝所呼召的一个民族。上帝是一个会呼召人的上帝，伊呼召人对偶像的崇拜，对罪恶的环境中间来甲伊呼召出来。上帝呼召人，这是一个挑战。你若无有信心，你毋敢回应上帝的挑战。总是上帝呼召，嘛是种的祝福。那你用信心来回应伊呼召，你会通得到伊要互你的祝福。咱看见亚伯拉罕、罗马因本身得到祝福，伊也真做济人的祝福。上帝呼召你、祝福你，绝对毋是干祝福你，伊是要互你真做也真做别人祝福的一个人。第二，这位上帝是一个互人因为信来称做伊的上帝。上帝毋但是呼召亚伯拉罕，伊应允伊讲，将来你的子孙要亲像天边的星，亲像海边的山遮尔济。当上帝安尼应允的时阵，亚伯拉罕是连一个囝都无，上是已经年纪非常的大，伊的妇人人嘛已经过了这个生产的年纪。圣经讲，总是亚伯拉罕相信上帝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，所以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。创世纪第15章第6节安尼记载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亚伯拉罕互上帝看伊是一个义人，毋是因为伊有足侪水的行为，毋是，是因为伊有信心。咱在新约圣经中间，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甲着加拉太书，一直咧甲咱讲一个信仰介根本的一个原则：因信称义。这个因信称义介好、介具体的一个典范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算伊做义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咱每一个人拢捌犯过罪，所以伫上帝面前，咱通讲是一个罪人。总是上帝欢喜称咱做义人，毋是因为咱有偌好的行为，毋是因为咱做偌济功德。是因为咱对上帝有信心。说出咱也知咱家己的罪有偌济，咱就知影上帝称咱做义，这款的恩典有偌济。说出咱也知影咱家己的罪有偌重，那安尼咱也愈知影上帝称咱做义，这种的恩典有偌重。第三，这位上帝嘛是考验人信心的深浅甲真假的上帝。每一个人拢讲我会相信上帝。每一个人拢当大声讲，我大有信心，但是你的信心是毋是会通经过考验？当亚伯拉罕得到上帝予伊的囝以撒，这个以撒渐渐大汉的时阵，咱会当去想象，伊是老年得子，老的时阵，较得到这个囝，的确是疼命命。总是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就对伊讲：你着将你的囝，就是你所疼迄个以撒来献予我。
上帝毋是对人无有要求，上帝毋是讲你信我，就随便你要做啥物，互你去做啥物货。上帝若是咱的阿爸爸，伊会考验咱，通过考验咱来管教咱，也通过管教咱，互咱的信心会通愈来愈顺，互咱的信心会通愈来愈深。咱的信心啊，经过即款的考验磨练了后，就愈坚固，上时也愈成全。亚伯拉罕非常疼以撒，总是伊敬畏上帝，所以面对这种信心的考验中间，伊有赢过即款的考验，所以也因为这款缘故，后代人称伊做信心的老爸。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疼的，嘛是上帝所疼的。总是当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予伊的时阵，这个时阵，咱看见上帝另外一个特别的所在，所以咱该称作是这位上帝，伊是一个为着人备办完全救赎的上帝。当这个以撒甲着伊的老爸带伊到这个山顶的所在，要将伊献祭，伊还佫毋知影伊要互献祭，所以佫非常天真，伫路上问伊老爸讲：“爸，当这个火甲茶拢已经备办好。”总是我较无看到要献祭的羊羔伫倒落，伊完全毋知亚伯拉罕要将伊献做祭。拄伫这个生死的关键的时刻，伊去经验着上帝。上帝已经备办一只羊羔来代替伊。耶和华以勒，伫耶和华的山顶，上帝已经有备办这个救赎。上帝若要要求你奉献一个物件，你爱记住。是因为这个物件可能成做你敬畏上帝的一个托盖。你若无将这个托盖摕掉，这个物件会成做你的偶像。上帝考验咱，是毋是将迄个你心内掠做介好的物件，欢喜献伫的面前？如果上帝若爱你献这个物件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备办好，要互你更较好的物件。亚伯拉罕伊经过这款的考验，伊真实明白耶和华以勒。但这位上帝毋也是为咱备办救赎的上帝，伊嘛是欢喜引带咱的生命会通进入到丰富的上帝。圣经咧记载讲，亚伯拉罕落尾要过往进前，就将一切所有的交予伊的囝以撒。以撒继承所有亚伯拉罕的产业，无论是伊的妇人人，无论伊的财产、伊的羊群，包括伊所学的井，拢已经替伊备办好。包括伊的新妇嘛是通过伊的这个萝卜去甲伊吹倒来，所以以撒通讲继承亚伯拉罕所有一切丰盛。所以以撒有一个信仰，伊相信上帝丰富的供应，所以伊养成这种的态度，伊无爱甲人争，伊相信上帝予伊的确有够业，的确够业丰盛。所以伫当初时，伊有继承这个井，咱知伫这个井伫当初时非常的要紧。非利士人看到亚伯拉罕所留予伊的井，就将遐井给吞起来，无爱予伊用这个井的水。以撒无甲因相争，伊就到别个所在，佫去挖井。伊一个挖，就挖到这个井水，然后才会对着，佫将这个所挖的井给抢去。以撒无甲因相争，伊佫到别个所在来挖井，伊佫挖就佫有水。伫落尾，无人佫甲伊相争，所以以撒将迄个所在。挖到井水的所在，改号名叫做利河别，意思是讲空旷。耶和华上帝，互我到伫空旷的地；耶和华上帝，互我伫这个空旷的地会通兴旺。以撒，伊所经验的上帝，是一个欢喜丰富、供应人，互咱的生命会通空旷的上帝。我个人较爱读的诗篇23篇第一句话，对我来讲影响非常的深。这句话第一句话就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拄着欠缺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欠缺，你通这位上帝求。伊讲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拄着欠缺。咱知影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时阵，伊互人一个应允，伊安尼讲：我来是要互人得到生命，上时得到丰盛。拍算咱的丰盛团契。就是对这句话得到一个灵感，所以咱团契称作是一个丰盛的团契。上帝是一个丰丰富富的上帝，这位丰丰富富的上帝对着人所存的心意，就是要互人丰富。除非
你互你的罪甲你踢界，至到你袂通得到丰富。若是你欢喜顺服伫伊的道路，这位上帝对着你所存的心念，是要互你的生命境界得到丰富。第六，这位上帝是有主权会通有心竞选人的上帝。以撒伊带这个某入别家，伊有心，这有心内面是双胞胎。大先出世的是以撒，落尾出世的雅各。总是雅各这人真搞怪，伊还要出世进前，伊的手就抓掉伊的兄哥的骹，然后对伊的兄哥出来。所以也因为这款缘故，改号名叫做雅各。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条条。圣经敢若讲，这两个囝还未出世，好歹还未行，总是上帝已经听雅各，上帝已经竞选雅各。伫雅各要竞选上帝正做伊的上帝进前，上帝已经竞选伊。伫雅各要掠掉上帝祝福进前，上帝已经掠掉雅各。任何一个竞选上帝的人，伫伊生命中间的确会经验到这样事。伊认为讲我敬上帝，实际上毋是你敬上帝，是因为上帝大心敬你，大心敬你，所以你才会通来竞选伊。咱就爱将这款竞选的主权交在伫上帝的手。咱就爱伫上帝面前感谢讲，上帝，我要竞选你进前，我要掠掉你进前。你已经竞选我，你也已经掠掉我。最后，这位上帝，伊是一个人彻底改变人生命的上帝。咱讲雅各，伊真冷静，那用台湾话讲，足够冷静的人，甚至是足狡猾的人。伊有时阵会讲白贼话，伊捌欺骗伊的老爸，捌欺骗伊的兄哥，嘛捌欺骗伊的丈人。总是伫上帝引带下面，这个会欺骗的雅各，这个冷静的雅各，你该看伫落尾。伊是真做一个谦卑、上是诚实的一个人。雅各原本是一个掠条的人，伊真爱掠物件，所以甲人相争。伊甲伊的兄弟以撒相争，伊甲伊的母舅相争，甚至落尾伊嘛要甲上帝相争。总是上帝竞选伊、磨练伊，互伊变做一个会通为着上帝的缘故，人放弃所有一切的一个雅各。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就记载伫伊要倒去到伫伊的厝，伊要甲以撒相见面的时阵，伊心内非常的惊吓。伊讲我过去骗我的兄哥，但即摆我倒来时阵，我的兄哥听讲已经传400万人，400个人要来找我，所以心内非常的惊吓。伊伫即个亚伯渡口所在，伫暗暝，伊做一个梦，伫即个梦中，伊发现伊甲上帝的使者咧相演。迄个使者，伊对即个使者甲伊掠条条，讲：你若无祝福我，我无法互你走。上帝的使者就伫伊的大腿骨伫迄个所在，甲伊拧一个了后，即个雅各成做一个摆骹的人。即个使者对伊讲：当你的名原本叫做雅各，以后你无要叫做雅各，你的名爱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、甲人三输赢拢有得着胜。以色列这个字，落尾就成做整个犹太民族介重要的一个字。以色列，那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甲上帝相应，还是讲上帝有得胜，还是讲上帝为着你征战，这个意义。对雅各的经验来讲，咱会通讲以色列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甲上帝相应到什么款程度？到你知影，你袂使靠你家己，你爱将你家己的一切交托给上帝。然后，互上帝为着你来征战，这是以色列的含义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欢喜降服伫上帝统治的一个人。兄弟姊妹，咱刚才无亲像雅各共款，遮尔冷静，遮尔咬讲白贼。总是咱知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血气，伫咱有血气的生命中间，咱有咱逐人的弱点，咱有咱逐人的欠点。上帝无看轻遮的欠点，总是上帝要做强事，就是要改变咱。互咱伫甲伊相应的中间，咱渐渐愈来愈亲像伊。圣经甲咱讲，咱会通甲上帝的性情有分。咱愈甲即位上帝交往，愈甲伊相应，伫什么所在相应？伫你的祈祷中间，你甲上帝相应，咱就愈经验到即位上帝对着咱的改变。咱亲近即位上帝，咱读圣经，毋是干那要捌一寡 information， 要知影一寡资料、知识，毋是。咱读圣经是爱咱的心思意念会通得到改变，会通 reformation， 毋也是干那 information， 爱 reformation。直到咱的生命伫上帝的观念内面会通得到转变，
transformation。读圣经毋是干那要得到 information， 是爱你 reform， 然后 transform， 恢复上帝原本创造你迄种水的形象。当然，这是咱对着亚伯拉罕这个个人，咱对着以撒这个个人，咱对着雅各这个个人，咱概无就通看去这7点。这位上帝是一个这款的上帝，这位上帝值得你相信，这位上帝应该爱去甲相信。但除了这个个体生命以外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还佫有一个顶足重要含义。伊毋但是干那个人的赞助，伊是一个历史的传承。因为咱知亚伯拉罕是以撒的阿爸，伊的老爸；以撒是雅各的老爸，所以伊毋但是干三个个体尔，因是彼此中间有一个历史的传承。所以咱对着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咱对着的了解，嘛毋通干那停留伫咱个体的生命。基督教信仰毋是干那你个人的代志，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，所以咱爱对历史的传承的生命内底来了解这位上帝。但亚伯拉罕因为信，就将伊所有这的产业来交托给以撒，然后对着信这个以撒也将将来代志来祝福伫雅各然后对着信，所以雅各要临死之前也甲约瑟伊的囝来祝福。咱对这个所在，咱通看去圣经内底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。这个信仰的传承内面，就是咱所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书第1章内面安尼讲：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个囡仔，然后构成整个以色列。这3个人毋也是祖孙3代，总是代代相传，而且对雅各来分出所有的12个支派，形成整个落尾以色列的民族。对这个观点来看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是一个伫历史上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上帝。但事实上，咱若对这个观点来了解的时阵，非常要紧的，咱愈了解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这个称呼更较深层的含义。第一个听到上帝讲：“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”，毋是帕斯卡。介起头听到的是摩西。出来记第3章第6节记载，摩西拄着伫旷野所在、伫山顶的所在拄着上帝，上帝对伊讲话。迄个时阵，拄是以色列民族面对因历史介艰难的时期，因为因伫埃及伫个所在做奴隶，然后上帝摩西显明，伫分离不废这种的异象中间，上帝对摩西安尼讲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个时，我要找你，倒去到伫埃及的所在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，救因脱离这的苦难，维护以色列民族继续的生存。对这个所在，咱通看去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是一个重视历史传承的上帝。伊无爱咱的历史就断去，伊爱咱历史中间一代会通传互一代。就某一个意义来讲，历史是虾米货？历史通讲就是上帝启示的一个媒介。甲你问讲，历史是虾米货？是上帝教人所演出来的一个 drama， 一个戏剧。圣经规本册，你会通甲了解是上帝教人的一个大的一个 drama， 的一个戏剧。伫个所在有真侪故事咧发生，伫个所在有一个剧本，伫个所在底下有咧进展。其中一项就是一代传落一代，一代传落一代。因为伊重视历史传统，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虽望遭遇到侪侪苦难，总是上帝有愿保护这个民族，到伫现主时有愿继续延续落去。那咱做基督徒，咱教会称作是新的以色列，咱也是继承以色列历史，尝试去开创新的教会历史。如果咱若是干那伫个体生命经验上帝，却无伫历史的赞助来经验上帝的时阵，那咱对这个上帝的了解甲体验就有所偏差。因为这个上帝毋是干那个人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历史的上帝。咱就必须要将咱信仰的眼光，对咱个人有限的这个生命中间，会通前后伫这个所在来提升，互咱整个信仰提升到伫整个历史的赞助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爱咱将咱的信仰一代传落一代，
代代相传。即敢若亲像啥物货？敢若亲像咱即个国小，还是国中生，还是大学时阵，有时阵你可能即个伫运动比赛时阵有一个大队接力，大队接力，你当做一个其中的一个即个跑走的人，头前已经有人走足远啊，然后将即个棒交互你。当你收到即个棒的时阵，你无有其他的杂念，你着认真拍拼，往前来跑走。总是毋是你家己一个咧走，你无可能走永远所有遮的行程拢你走。你走到一个坎站，你爱将即个棒搁交后一代，那安尼你才完成你家己本身一个历史传承中间你的任务。但兄弟姊妹，咱 CTPC 30几档咯，伫过去，毋是咱即时阵咱坐伫即个所在聚会，无别人拍拼，无别人的努力，咱会通坐踮遮聚会。是过去咱遮的信仰的先辈，因努力。因拍拼，因流目屎，伫即个所在，互即个信仰会通维持到伫今仔日。当咱今仔日，咱所有已经跑走过的人，咱嘛爱去思考一个问题：我即个棒要交互啥物人？你袂当讲走到迄个所在，讲我将棒凊喺后壁来等，来等人涂骹，袂使安尼做。咱爱知影，咱有一个重要一个历史的使命，就是我既然上帝交代我的工已经做到一个坎站，我应该好好将即个棒。交互后一个，将即个棒交了后，咱的心，咱才是完成咱的责任。当咱遮少年的，咱遮后一辈的人，咱嘛有一款的信念，咱嘛有一款的认捌。前的人已经拍拼到一款的地步，难道咱就无爱直接棒？难道咱就无即个棒伫即个所在停，还是互遮的老的人继续拖死？咱敢会通安尼做？如果咱的信仰若是安尼时阵，咱就是停留干那伫个人的信仰。咱无即种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即个历史传承的即位上帝，即种的信仰。兄弟姊妹，到底咱 CTBC， 咱的教会，什么人是咱即个历史的接棒人？咱要传互什么人？是咱所有为着即间教会捌流目屎、捌拍拼，咱的先辈，咱应该去思考问题。上帝若呼召你，伫即个所在来接棒。你毋通讲我无爱。当你无爱时阵，你是弃杀上帝予你的恩典，你是弃杀上帝对着你的呼召。除了这个历史传承的意义以外，咱来知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还佫有一个足悬的一个赞处的信仰的意义，伊超越伫血缘之上的生命关系。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也相时是一个互人佫活。佮互人永远仰望的一位上帝。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当然中间有一个血缘的关系，但是因除了这血缘的关系以外，还佫有一个最要紧的，就是伫上帝应允内面，这个灵性生命传承。伯拉罕生以撒，所以有血缘关系；以撒生雅各，所以有血缘关系。但是咱知伯拉罕除了生以撒以外，伊佫生一个以实玛利。总是圣经无讲伯拉罕的上帝，以实玛利的上帝。圣经是讲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。咱知以撒若毋是干那生雅各，伊佫生一个囝叫做以撒。所以因有血缘关系。总是圣经无讲雅各的上帝，然后以撒的上帝。圣经是讲雅各的上帝然后来讲以撒的上帝，然后雅各的上帝。这是因为对伯拉罕。到伫以撒，到伫雅各，因中间有除了这个血缘的关联以外，比这个血缘关系更较要紧的是上帝的竞选，这个灵性的生命。上帝竞选伯拉罕，然后竞选以撒，然后竞选雅各。所以圣经呼咱的是伯拉罕、以撒，甲着雅各的上帝。上帝的竞选是对上帝应允来。所以，咱回应上帝这个竞选的时阵，咱的灵性的生命，伫这个所在来构成。这种强调灵性的生命中间的关联，超越伫血缘关系这种的关联，咱会通对伫耶稣所讲上帝国的比喻，愈来愈清楚。咱知有一回，耶稣甲着这个撒都该人在辩论一个问题：有死人搁活无？耶稣用来回辩来对着这撒都该人所做的应答，就是讲。
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所以你若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的时阵，你就要相信这位上帝是互人会通对死搁活的上帝，因为伊是活人的上帝，毋是死人的上帝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甲着雅各，虽望因属世的身躯、肉体的生命已经死，总是因属天的灵性的生命永远是活的。耶稣继续佮用这个来做比喻，伊讲时要到。对东对西有侪侪人要到，要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同做做到伫上帝国。若是本国的人，就是有这个血缘关系以色列百姓，反倒当拄着赶到伫外面的黑暗中间，伫遐要提靠甲家己切记。上帝竞选毋是因为血缘关系，上帝竞选是你的信心的关系、灵性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所看重的，毋是这个血缘中间的关系，是一个灵性上回应的关系。咱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咱是台湾人，咱甲伊无一个血缘的关联，但是咱会通有灵性的关联。就保罗先生讲，既然有神的人，就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若是属于基督，就要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允，成做后嗣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伫应允内面。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保罗先生讲，亚伯拉罕伫无仰望的时阵，因为信就有仰望，所以伊所信的是一个互无变做有，上是互死人会通搁活的上帝。上帝是创造的上帝，所以会通对无变有。上帝嘛是一个拯救的上帝，伊会通互死去的人伫伊内面得到搁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这款的信仰，所以非常的清楚。伊安尼讲亚伯拉罕，伊讲亚伯拉罕受着呼召的时阵，就顺着命令出去，要到伫将来做业的地，伊出去，毋知要到伫叨落，总是伊知上帝咧引带伊。就是到伫落尾，到伫伊人生到尾站的时阵，伊有一个心内足清楚的一个渴望，这个渴望是伫天定的。上帝称作伊的上帝，无掠做见笑，因为上帝已经为着因备办一个城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是一个永远的上帝。也是一个互人有搁活的仰望的上帝，互咱会通得到永远活命这位上帝。若无这位上帝，咱的生命就是一个终点，死亡就是咱的终点。但是因为你相信这位上帝，你的生命的终点是死亡，是死亡了后的一个搁活。这位上帝要互咱的生命伫伊内面得到彻底改变。咱原本咱的生命会朽坏，伊要应允咱一个袂朽坏的生命；原本咱的生命会死去，伊要应允咱一个袂死的生命。原本咱的生命有足侪见效，伊要应允咱的生命会通成做一个荣耀生命。这位上帝要带领咱的，毋是倒去原本的故乡，伊要带领咱的，是要进入到伫天顶更较水的故乡，上帝永远的国度。但这位上帝是这款的上帝，值得咱相信，值得咱将咱的生命交代伫伊的上帝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这是上帝的一个名。因带咱通知，咱所相信这位上帝，毋是甲咱个人会通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也通将咱的信仰延伸到伫整个历史的传承，也搁提升到伫搁活永远的仰望这款的赞处。咱拄则该起头所讲的 Pascha， 伊有一句话搁讲，伊讲伫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拢会通容纳上帝形象的一个真空，伊是真空学的一个这个创始者，所以讲咱有一个真空状态。这个真空状态，若毋是这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这个牵涉到咱个人的生命赞处，牵涉到咱历史生命赞处，牵涉到咱永远的生命赞处，毋是这位上帝的话，就无有人会通来填补这个真空。啊，姊妹，你若感觉你的生命中间有虚空，你爱思考，因为你的生命中间无这位上帝。当你的生命中间有这位上帝时阵，你会袂感觉我生命中间的虚空。但帕斯卡，伊是一个思想家，伊是一个科学家，相信嘛是一个哲学家。总是当伊读到约翰福音书第17章，耶稣要离开这个世间进前，对着学生所做的祈祷，伊有足深的一个感受。这个祈祷是安尼讲：爸啊，世间袂捌你，独独我有捌你。但这个人也要捌你，有找我，我要用你的名来指示因，也搁要指示因，互你听我的疼痛。会通伫因内面，我也要踮伫因内面。
伊对即个祈祷，伊体会了一个足重要的真理：人活着袂通干那靠科学，人活着袂通干那靠地学，人活着就爱伫即位上帝内面找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只有即位上帝会通互你心灵感觉虚空的部分会通得到充满。所以落尾，伊做一个结论，伊安尼讲：若是你干那认捌上帝的崇高甲伟大，却毋知你家己的可怜甲卑微，那安尼你会变做非常的骄傲。若是你干那知影你家己的可怜甲卑微，你却无认捌上帝的崇高甲伟大，那安尼你会感觉非常的绝望。独独你就认捌耶稣基督。当你认捌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你的生命会通得到平衡，因为耶稣基督上济时让咱启示上帝的崇高甲伟大，上济时互咱看出咱生命的可怜甲卑微。大家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有信上帝无？你的生命有上帝无？你所相信这位上帝，伊的内容到底是啥物货？你所相信这位上帝是毋是先知甲着使徒所传？耶稣向咱所显明、向咱所见证迄位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这位上帝是毋是活伫你个人生命经验中间？是毋是伊有帮助你，互你的生命，毋是干那你孤单的一个点，是将你的生命扣长，成做一个历史的线，互你的生命连接伫教会历史。连接伫台湾的历史，当这个时阵你移民来到伫美国，也互你的生命连接伫到伫美国的历史。你的生命是毋是也连接到伫上帝的历史？上帝伫圣经中间所显明救恩的历史。但这位上帝是毋是也互你感受到，伊将你的生命做一个提升，互你提升到这种的信仰？因为这位上帝是会通互无变做有。你感觉欠缺，你感觉虚空，你会通通过这位上帝感受到对无变有这种创造的快乐。你是毋是感受到？你刚才已经面对生命这种的死亡的阴影伫恁中间，互你感觉非常的绝望，互你感觉非常的失望，互你感觉非常的软弱。你是毋是经验到这位上帝，互你这种的信心？伊是会通互世人搁活的上帝，伊要拯救你的生命到底。但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是一个值得咱相信的上帝，嘛是咱应该去相信的上帝。相信这个上帝的人，实在是有福气。愿你真做有福气的人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你是阮人类世世代代的上帝。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，阮的祖。有济济的罪，通过历史甲传统，对前一代遗传到阮这代，互阮虽望无犯着同款的罪，总是阮活伫罪孽的影响甲束缚内底。求你来救阮脱离阮的祖历史罪罪甲咒诅，互阮会通活出新的生命。伫你的囝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，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求你来做阮个人生命上帝，互阮伫阮个人的生命中间经验到你的真实。你以爱阮亲近你，阮也来亲近你，互阮会通甲你建立非常亲密生命的关联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你嘛是阮历史生命的上帝。阮的信仰的前辈得到福音，也将这款的福音来传互阮。但阮也得到这个福音了后，阮也有一个要紧的职责，阮也得将这款的福音信仰传予阮的后一辈，互阮的信仰会通一代传予一代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你是应允阮会通对世人中搁活的上帝，帮助阮坚持搁活的信仰，会通体会到你圣神的快乐，在换新阮的活命。阮虽望的软弱，阮虽望的败坏，阮的肉体虽望渐渐在衰烂，总是伫你创造甲拯救的权能下面，我要经验到你搁活的奇妙甲欢喜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来做阮的上帝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有走两旁的乡。
最后。